100幾萬可以買到我哋保利時代嘅一個3房啊！先睇下呢個配套啦，小區園林化非常之靚喎。最緊要咧喺陽台對住喺床邊仲有一個公園，包括我哋嘅鄰里中心啦，仲有咧就係5分鐘啊可以到我哋嘅華發商都下，樓下仲有商業喎。你睇下呢個95平方嘅一個3房2廳2衛南北通嘅一個戶型㗎。最緊要睇餐廳你望過去，哇喂個樓間佢係非常之闊落嘅喎，冇咩遮擋。最緊要仲有我哋保利時代咧，就係一個非常之靚嘅一個地方，就係送到入梅花園啦嚇。廚房要做到非常之大嘅喎，業主咧而家只需要100幾個就可以買到我呢個3房啊，根本上咧就冇頂住嘅，而且係2個衞生間喎。你睇下佢個保養係非常之靚啊嚇！如果你又中意嘅話咧，可以評論區留言喎，發啲詳細嘅資料俾你。